盃賽程快報。大家好，三藩市星島中文電台2026年世界盃特輯，我係殷偉文，我係鍾偉文。鍾老闆，每一屆嘅世界盃都有爭議性嘅問題㗎，不過今年呢就提升到總統嘅級別，咁大家都應該知道我講咩啦。紅牌事件，美國隊對陣波克隊呢一場球賽，嗰個球員美國球員巴洛根得到一張紅牌，本應咧係需要罰停賽一場嘅。不過川普總統咧就打下電話俾呢個國際足協主席，要求佢調查紅牌事件是否恰當。食紅牌咧本應係罰停賽一場嘅，經過川普總統咧同國際足聯主席通過電話之後咧，罰停賽改為緩刑1年。美國總統親自出到聲，國際足聯主席都要俾面啦。7月6號，美國對陣比利時，咁巴洛根咧就可以出場應戰啦。不過人算就不如天算啊！比利時個球員一開波，哇嚟一招狂風掃落葉，打到美國隊措手不及，殺個片甲不留。開波9分鐘就1-0領先，嚟到31分鐘咧，美國先追翻一球，1-1打成平手。相隔2分鐘之後咧，超級快喎！比利時嚟一個反擊，再多一粒，2-1啦，再領先。到咗57分鐘咧，比利時又整多粒，3-1，美國隊大勢而去。其實咧，我都以為係3-1就咁完場喎。不過去到補時嘅93分鐘，比利時再整多一粒，4-1。咁即是代表什麼呢？嗱，一般情況下咧，3-1咧就已經係贏硬噶啦。教練咧係會俾啲正選嘅球員調落場，等啲正選嘅球員可以休息，留力再戰下一場嘅。到最後1分鐘仲要整多粒，即係代表咩咧？即係比利時球員咧要落你面咯，你就丟你架要你難睇今次總統咧真係越幫越忙，反而咧激發到比利時嘅球員嘅鬥志。咁第二場賽啦，7月7日啦，阿根廷對陣埃及，賽果係3-2，阿根廷咧係險勝，埃及咧就先入2球嘅，後來阿根廷先至再追翻3球。最後係3-2完場。真係啦，又應咗一句啦，你唔睇到最後咧，你都唔知道結果嘅。呢個就係世界盃嘅魅力之處啊！阿根廷對陣埃及呢場球賽亦引起好大爭議，網上好多人評論佢話求證你偏幫呢個阿根廷啊。呢一點咧，我都係同意嘅。大家都知道㗎，美斯係球王，佢擁有嘅粉絲有5.1個億，球證偏幫美斯，或者佢偏向名氣比較大嘅球星咧，呢一點係可以理解噶。不過呢個做法係唔啱嘅，絕對唔鼓勵噶。球證佢咧都係擔心自己嘅人身安全啦，冇人會預測到佢啲粉絲會做出咩傻事噶嘛，或者會傷害個球證啦，係咪？係，好啦，咁我哋時間又夠啦，咁我哋下次再傾，又要同聽眾講拜拜咯。拜拜。拜拜。